下。咱来看卖啊，咱有伫内面无？咱伫内面咧做啥物？头拄仔电视有甲咱讲，咱遮行过的骹业，咱所有经过，咱来了愿，咱来帮办的道业伫倒位？咱所有的足迹就是我们的道迹。念传书总是上无闲的，一个啊伫国外，一个伫国内，有时啊会办道，有时啊会做道，伊嘛有伊的家庭，伊嘛有伊的辛苦无人知的所在。但是咱拢看着相片顶悬，拢是遐尔啊光鲜亮丽，咱拢会感觉浅显坐伫遮做正常。但是咱想看卖，要点出咱处理的。有一天，咱若是倒伫急诊室的迄个人，咱敢准备好啊？还是咱还阁有真侪遗憾，咱拢还袂做好？即个过程就是咧实验互咱看。各位点是为道牺牲奉献，伊就是看头前像咱的照明灯，咧甲咱讲朝这个方向，跟我来一起做。这就是咱看到，也阁有咱看到台仔顶的讲师，看到伫头前咧帮办的前线，咱上看袂到的，就是一群默默伫厨房咧甲咱斗相共的天厨，伫楼骹挂好，伫头前咱要请要几入来，也甲咱指挥交通，所有一切的前线，拢所有了咱逐个人做伙走入志工的行列。志工毋是咱嘴咧讲，咱坐伫遮会当伫遮，人做好影片互咱看，做影片后壁前线，伊有可能有骨力日，甚至伊也去影相片，翕相的前线，伊也认真翕，认真景，也搁爱认真配合咱的长官，互咱坐伫遮会当安心。各位前线，享受好像很简单，但是要付出努力。做出成果，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。如果没有同修，没有各位前贤大德，我们没有今天所有的一切，可以坐在这里共享其成。各位前贤，心中抱着感恩的心，看看影片中的自己，或看看影片中的背影，我们每一场都在吗？或者咱每一场都在做啥物？欢喜做，甲欢喜，伫咱的前线的面顶管，拢会当流露的非常的感恩。各位前线，我们感恩吗？感恩。像台仔顶讲好，敢若看起来真简单，咱会当坐伫下底，感觉人讲了好，感觉人讲了无好，咱会当做批评者，咱会做评分的审判者。但是各位前贤，谁来为我们审判？